故乡的滋味。作者蔡连真。逐摆若听到走遍了天涯海角，也是故乡的月较圆。食遍了山珍海味，也是阿娘煮的较有滋味。这条歌的时阵，阿爸着喙笑目笑，拢会讲甲喙角全泡。讲起伫下港咧食的早顿，甲伫市内紧张的生活所食的物件有真大的无同。若讲到北港这个所在，真正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。毋若逐当咱人的正月到3月，有千千万万的妈祖信徒，下下阵阵，规家大细带来咧参拜。尤其是旧历的3月19、20，这2天的妈祖出巡，搁较是互政府列入去国家的宗教文化活动资产。迄闹热的场面，就毋是3、2句话就讲会清楚的代志咯。这要是着爱请咱大家会当拨时间亲身来体验。当然啦，来到北港，除了参拜妈祖以外，上欢喜的目的，就是要食出名的北港点心。讲到北港的点心，甲其他的所在较无共款的特色，我就简单小解几项来互大家评判一下，嘛互恁知影是安怎阮阿爸甲阮规口罩的大大细细，拢会来想念故乡的滋味。早起时食的物件比较较传统的，是卤肉饭，也是控肉饭配炖冬仔汤。搁较特别的是煎盘粿，这是出外探食的北港人思思念念的早顿。煎盘粿就是咱一般所讲的菜头粿，伊较特别的所在，就是煎好要食的时阵，着爱掺米浆、卤汤、盐水、蒜仔、蒜蓉，也是咸椒做配料来食。当然啦，咱若是要搁较澎湃咧，还有烟肠、卤肠大肠头甲糯米肠，而且还有免费的麦仔茶，也是茶鱼汤通好啉，莫怪会互出外的人真想念。另外一项无食会大心开的好食物就是面线糊。讲到阮北港的面线糊，是甲别所在的面线糊无同的。伊是用白色的面线落去撒的，要食的时则搁透卤肉汤甲2清。若是要较营养咧，也是毋惊火油烤的，嘛会当先揽2仁落去碗底拍拍咧。面线糊则较落去碗里，搁再加卤汤，食起来的滋味毋若是香讲讲，规个心肝头嘛会烧热烧热，实在是互咧排队等要食的人会喙烂插插丁。若半晡也是暗时的好食物嘛真济，亲像鸡鱼肚羹、红烧四脚、炒鳝鱼、土豆油饭、土套鱼羹、芋圆、当归鸭面，济济会讲袂尽的好食物。
拢是阮故乡的好滋味。一想到倒会大肠过小肠，腹肚枵。朋友啊，什么时阵咱要包车来去北港拜妈祖兼食点心咧？等恁哦。